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真感谢你，阮安尼也无啥物会通甲你报答。我安尼想来想去吼，迄腹肚吼，我哩都爱送你，你一定爱收起来。太无，你紧点去摕。肚，阿妈，无，哦，迄腹肚唔通搁送阿皮婆啊，迄若搁送伊吼，时到转到厝一工，敢毋搁看腹肚，伊规工搁无爱食饭啊。你是讲啥话啦？阿碧婆是看到因安尼吼，食袂落去，你知影？毋是看你腹肚食袂落去啦。哦，啥物话啊？哦，啊来咧我就放心啊。啊若无阿碧婆食袂落去吼，我腹肚我咧嘛落几啊顿啊哟。哦，这个优势啦，优势啦。请你收起来，真感谢。唔通，唔好啦，你一定爱收起来，互你做纪念。多谢，多谢。我春兰啊，你摕1000块。唔通，真感谢你，免。阿姆，我妈妈叫你收起来，你着甲收起来。囝若无，我妈这腹肚伊是袂收起来。是啦，对啦，收起来啦。真好，等你啊！哦，早老知影讲来到大陆江吼，还佫无当找人吼，迄张字条我就该摕出来啦。来到这人找无着，不要紧啦，一寡钱开遐济去啦，遐钱来下咧买地干呐，哦，唔知偌好诶。不管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好啊？奇怪咧，你也看咱已经吼住3工啊啦，阿碧婆吼到即摆还食袂落去啊。我看吼，咱一定吼爱先找着新美的啦。阿姑啊，你真讲到新美人，我较想到。哦，这个新美人哦，真正有够超过。这回哦，莫叫我第二个我拄着，叫我拄着哦，我决定报一个田寮湾的，阮嘴喏，怎啊甲热死！昨阿要活规工无食饭吼，哦，安尼嘛歹势食哟，规工拢无食，安尼规暝拢无困，等袂到天光啊！恁等阿要活吼，我先来食一个早起啊！好，我请好你。哎，好，多谢啊，谢谢啊。头家啊，来包啊。哦，水来，谢谢啊。到你了，进来啊！好，两位来。哎，头家，好谢。来一个烧饼油条，3粒包啊，一段豆腐，佮加2粒馒头啊。哇，你叫我坐，你敢食会去？会啦，食了我会佮叫的啦。食了我叫。啊，你是开大饭店，惊人大只哟？无啦，是嘞吼，水来嘿。哦，这人若枵哦，变无咧，规身躯拢无力。这先来吼，豆乳水来啊。小饼油条，好食嘿。哦。这个包好吃，这个包好吃啦，哎呀，不爱吃。
卖插卖插啦，操！去食囡仔了，我电话嘛摕互伊食了，伊逐工来，我有法度伊，免插啦。安尼哦，嗯，哦，安尼足可怜的呢。头家，哎，包10个包哦，确定的。包10个好用，无哦。算我的，头家会使好。包对了。好，随来嘿。来，这点你先客，我叫头家包10个互你。好。这细汉安尼，真正高低安尼大，哦，可怜。来了。都小了哦，来谢谢嘿。这个，这干烧哦，这就紧吃。有讲谢谢无哈？这个。这种要去食囡仔就是去食囡仔。可怜的。连谢谢都不要讲，会看食的。哦。赞，食一个真正饱了这，哦，爽。头家，剩下。好食，哦。15块啦，15块。啊？嘿，15块。嘿啦。哦，安尼真正很俗了对。俗啊。俗，这人对了15块。多谢你哦。你是咧做啥？你咧找物件啦？是你找啥？头家，歹势啦。不喏，这什么你甲我歹势咯？你甲我交讲爱较侪物件，我甲你说多谢，什么你甲我歹势咯？多谢。头家，都吼，昨暝伤枵啦，爱再困觉吼，肚枵啊，阳光走出来吼，煞袂记砸钱啊。难怪你会讲食较侪物件。你袂我砸钱哦？头家，放心，我带你头前个饭店遐样，我等下摕钱随体啦，随体。较莫来这套，我知影，你想要白吃就对。好啊，莫安尼，这种人叫我看真多啊啦。好啊，我叫一大堆物件食无够贵，搁送人食，安尼我就要走哦。不啦，交来去叫我。头家，免你误会，免你。误会啦，啥物代志啊？就这数啦。你物件叫几大堆，你看。食嘞吼，我就要走，无要留钱啦。交我处理。好啊，假是一个嘿。少年哦，穿甲呢哦，这样拍呢？无咩啊？物件尔啦，钱付袂出来。无，你听我解说啦。别个好啊，假死者啊！走！交我处理到，大你过好，来，快点走！先来就看，好啊，假死者。好佳哉，拄啊食太饱，无钱无法度通走，安尼啊？想要走啊？听我解释，我想要走，无啦。假死！记下来。你免讲我是啥物？你管的雅顺。你有啥物要谈？伊来阮店食物件，无要落钱啊！就算伊欠你的钱，你也无需要甲拍交。才有够。好啦，看定钱的面相啊，我甲你计较。咱如果约好啊，伊哪会家己一个人走出去食啦？伊讲伊迄阵腹肚枵甲指斩袂掉啦，讲伊无先出去食，挡袂掉啦。要先出去食早起，嘛应该倒转来啊。我知。要报啊，看到咧吼，我看佮走去佚佗啊。出去佚佗啊？嘿啊，你煞袂记一个啊？伊即个人若有通佚佗哦，迄啥物代志嘛拢甲放甲袂记一个啊。要食嘛，大家招一个，对不对？家己出去，无意思啊。对个，你出去甲找咧。吼，是团长。喂，
拍到伊哦。先拿拿。啊？什么代志？我嘛唔知，伊讲哦，可能拍倒伫粪土伫饭店门口啦。啥话啊？红拍倒伫饭店的门口。顺了，进来，进来，哎，阿姑啊，这唔免劳你。哦，互我滴个骨啊得。你哦。真是啊！走。过来啊！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安那？迄人哪里衰哦？一日种我青菜花啦。我爱食一个早起啊，我不做心嘞。用怕。你嘛讲得较清楚的，什么做心，伊去互拍，到底什么代志啊？迄代志的经过就是安尼啦。我衰了，阿伯啊，代志经过就是安尼啦。你实在真巧。安尼条也真超过呢。啊，无事无要后白拍人，啊，这摆来用一啦。啊，我滴个句啊，少林寺迄部铁布吼，若无搁搬出来，互伊眼界一个，伊唔知影我的厉害，恁遮等。我来找圣侠。你要找上圣侠啊？我要，哎呦呦，歹势，一时糊涂煞袂记住。哎，好大个，你倒已经吼小食惯食，你甲我讲。啊，倒来咱饭店外口巷仔口迄间路边摊迄豆奶店无？好啦，讲真实的，我头听你安尼讲嘛，足受气。因为我想想的是你唔着在身呢，你若食物件讲无负责，有怪人会生气啊。我都毋是讲我爱负责啊，我是袂记咋。倒是安尼嘛，春兰啊，伊也毋是唔钱花啊，迄袂记是早钱尔，就敢拍甲即款的，啊，这当我滴个我咱了，好来，恁阿舅决定替你讨一个公道，我来。好啦，哦，你咪食甲安尼，大概都个性拢袂改，对不对？聊聊特别安怎？好啦，莫安尼啊啦。李哥哥啊，喂，你年岁遐济啊，你知无？家己嘛了小考虑咧。像迄个才有甲你剥甲安尼无片啊无喙齿，啊你即嘛是要搁用精是无？歹势。春兰啊，你用带苦力去，看欠人偌济钱，恁共立立的才袂歹势。哦，我连这都误会啊！歹势。是啦，啊，如果这位朋友做代志比我较大意的，啊，所以袂去诈钱，但是绝对无意思讲白食无爱付钱的啦。嘿啦，我有唔对的所在啦。是的啦，我当时哦嘛想要冲动的，我是讲哦，伊哦是咧骗食的呢。你人有要紧无？袂要紧啦，这我领尔啦，我领。不要紧啦，对啦，啊，这欠你的钱，请你收起来。免。那有法度免的，食物件本来就是爱付钱，你收起来啦。免。无咯，这食物件本来就是爱付钱的啊！你若无想到时你讲我要白食，安尼唔好啦，我不怕啦，对不对？我唔是个意思啦，这钱哦已经有人替你拿了呢。啊？有人替咱拿啊？哎呦，恋爱啦，少年人啊，小可上运就较巴结的。巴结？嘿啊。迄足听的拢来俗哦。啥甲你要安尼？古力的，你讲你迄钱有人替你拿掉？奇怪咧，这啥？春兰，你看吼，敢会这神秘的？神秘？系哦。可能是哦。啊，迄无可能啦！神秘金看我倒伫咧涂骹利用站吼，我咧到地若无加我10万亿啊，都好佳哉啊！哪有可能替我纳钱啦？你讲的啥物话啦？哎呀！电话。妈，我来接电话。喂，请问是你哦？神秘人啊？神秘人。讲我无滴啦！看来是毋是你叫的？看来是毋是你叫的？哈？
神秘，你讲啊咋？神秘。建华，你看知建华遐伫什么所在啦？拜托，出来，莫贴我这个，一定我你甲你贴啦，我唔知你讲。你甲你贴啦，叫你贴啦。建华遐伫什么所在啊？免，你关我。喂，什么去啦？我甲你讲啊，以后莫过来遮装笑的啦，你若要装笑咯，要卡着咧，你开办去啦，莫来反正啦，要笑你家己笑咯啦。拖人的啊！你是创啥啦？你敢唔知伊查了阿公建华遐伫在什么所在呢？真是了，伊有甲你讲建华伫倒位，建华伫倒位。安怎？哦，唔知影对无？我唔知啦。伊著我讲一半时间讲你说长，你哪会知影？啊，就是讲安尼。哦。啊，你嘛你假搞啦！啊，我是叫你气死的呀！哦，你这可乐的吼，你实在吼。春兰啊，你讲一半，啊，可讲啥物话啊？哟。伊讲哦，若要找建华遐，爱去万里长城呢。万里长城，你互我倒，啊，碧婆啊，迄万里长城是几啊万公里呢？啊，咱是遐要去对海底梦尖。若敢有建华的消息哦，无论什么所在，我一定要来万里长城的。为你精心付出我多。记！哦，你看这个角度真正水了对哦。这每一个角度蛮水哦。哦，有影足水的哦。嘿咯。哦。你个钓有水。哦。你看没？有水无？有水无？哦，你看看这。真正有水。真正水哦。哎呀，这个够水无？呀，小水无呀？哦。水哦。阿妹啊，这边要个较水。哦，水啦，真水哦。哎，阿姑啊，是讲哦，迄面丘里靠倒万里长城，迄角你知影位吼？你带我来看。我，无啦，这个说咧，喂，爱为走哦，就抬起来啦，啊，哎，用土抬起来，无快啊啦，看袂到啊，看袂到啊啦，我，哦，啊这万里长城咧遮长哦，啊几啊悬的对哦，迄砖一定用足济哦，对啊，啊阵个交通较歹咧，迄拢用直升机调来对无？无啦，啊你时阵后直升机，对嘛？无啦，迄拢哦，迄人啊咧排队咧咯无，迄砖啊一块咧接，啊话就用担安尼咧，安尼哦，哦，啊哪有得着要安怎？啊得着，巧的咧台担城内底哦。哦，阿姑啊，啊那咧哦，唔省足济砖啊！好啦，讲紧离谱。啊，咪无啊，所以迄就是较早有一个吼，汴京女吼，靠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就是安尼来的啦。就是吼，迄个汴京女吼，因翁吼，疯调来遮做工啦。啊，这个汴京女甲因翁感情偌好的呢。啊，就是有一天啦吼，这个汴京女就是要来看因翁啦。无想着讲吼，来到的时阵吼。所有人甲伊讲啦，讲因翁已经哦，装啊缀一个吼死去啊啦，待伫这个城内底就对啦。吼，这个汴京女听到了偌伤心的呢，直咧哭，直咧哭哦，希望讲哦，看人最后都看到因翁一面也袂安尼啦。无法度啊，汴京女嘛直咧哭，到尾怎吼？有这个故事叫做汴京女哦，靠倒万里长城，就是安尼啦。叫靠我倒去靠我倒去咯。原来汴京里靠倒万里长城故事就是安尼哦。妈妈，哎，你走去对啦。妈，我跟你讲，迄边万里长城角度足水的，请我带你来看。等来看，等来看。是啊，哦，真正
就死了对，好，一条咱吃看，是，哦，这边食袂歹。哦，这边袂歹这么了，水。哦，景色实在哦，无当讲的水。啊，这万里长城哦，到底是要偌长啦？国公啊，你敢知万里长城有偌长？春兰啊，嘿嘿，啊你做老师的人，你咧甲我考试对无？啊其实你也无甲我考吼，我嘛会甲你讲啦，这拢总吼有6000多公里的呢。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多。啊，6000多公里哦，6000多公里，啊，毋着咱台湾的高速公路，咱来回走要到20段，哦，啊，若在这个万里长城顶头哦，开一条高速公路，画面嘛偏来，可来呀！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啊，咧到时阵哦，我伫个久啊嘛听个架开一条高速公路，通个月娘的，迄个时阵哦，我盈盈哦，听个牵猪哥起来甲嫦娥谈情说爱，迄偌好你敢知？你讲的什么话啊？迄高速公路我咱怎月了起来哦？啊，无迄高速公路我都做你万里长城来哦。讲个笑话，讲个笑话。哦，拜托个无？我嘛，即马人艰苦家，伊是为着要找人再加啉来着。你嘛紧想一个办法，看有啥物办法通紧找着其中一个，安尼嘛好，通互一个精神安慰啊。我有办法。